你有研究下呢個？係咯，幫手攔網得咯。總之一到你開波，你一落後排就換走你，會唔會自由人？佢唔知佢攔先用，佢攔我幫我得㗎，啲球波而家個翻睇波，打奶油鍋打成咁樣喎。志峰，哇，爭啲嚟啦！你就是拿到球右拍嗎？哎呀！靚波！哎呀！觀眾聽咗又鬧。係企喺中間拍波，大佬過晒佢唔得嘅。好啦，出嚟。媽寶不要怯場，媽寶。兩球都喺嗰個位停㗎。4個 cover 喺你手上嘅時候。負20人30啦。抓住！誰的？哇！手波！冇出嚟追！哇！肥仔至愛啊！哎呀！唔諗啊，肥仔！唉，真係嘅。佢應該今日有5、6個籃板以上。放波啦，錦雄哥，係企咗喺度。放波再衝埋啦！你一唔係叻控波，是我的話，3個1拍1步，然後2步跑。這個有搶啊！單嘅，咁滯。你啲籃板真係搞唔掂真係。哇！手部。好！
射係嘛？同一個位射3咁。森哥嚟啊，森哥。哇，犯規！係。佢又唔中意插，佢成日諗住放埋，佢唔揾個搏插板咁樣，然之後，我覺得阿森咧打得好悠閒，插波係咯，休閒型運動員。緊過你啊，兩位休閒射球。唔好動啫，喺度轉個。哇！做咗犯規。哇 ！step back， 我有諗，點解唔炒埋要 step back 啊？冇人㗎前面，唉真係，哇！嚇死我啊！揮翻嚟㗎，揮翻火車，喂犯規，咁拋佢手啊！打晒，哇！係我都叫打
企定定射波，眼睛就幾耐53秒，你睇下佢歪晒啦。翻嚟，轉身，到你個波，哇！入咗球好勁，嗰個手部冇錯。誒，呢兩個球員都幾同一齊吹走，唔錯唔錯，你好你好。拉大啲，4球，入翻去啦，打掂，18秒。射得，係啦！四球，呢度兩球呢啲